係阿姐，我哋整渠噶。你哋啲負責人喺度嘛？哦，喺度啊！你揾佢做咩啊？哦，係咁嘅。自從 SARS 同埋諾沃克類病毒爆發過之後呢，我哋去做維修工程嘅時候呢，都有一套指引。首先呢，要問清楚我哋維修工程嘅地方或者大廈有冇人感染或者懷疑受到感染，再睇埋佢嘅情況，然後作出風險評估，睇下我哋開工期間呢，需唔需要增加保護裝備。啊，師傅啊，我哋師傅係陳太啊。你好啊，師傅。陳太。係啊，嗰邊條渠咧有啲滲漏喎。我已經問過大廈管理公司噶啦，佢話整棟大廈咧都冇懷疑或者受感染病毒個案。唔該晒陳太。陣間等我執埋啲架撐準備一下咧，我就會開工噶啦。維修完之後咧，我就會通知你，等你叫啲清潔工人咧清洗嗰度一次。好啊，唔該你啊。好。傳染病咧，好似呢個沙士啊，或者係諾沃克類病毒咧，往往喺患者嘅糞便裏邊咧，係生存一段比較長嘅時間，有時長至幾日咁耐嘅。所以維修呢啲排污渠嘅時候咧，係應該特別小心。從事呢個維修排污渠嘅員工咧，應該視乎需要咧，決定咧係需唔需要加入呢個稀釋嘅漂白水咧，去減低呢個座廁啊，或者係呢個排污渠裏邊嘅病毒嘅含量。維修呢個排污渠嘅時候咧，係要注意咧個別嘅情況咧，決定所使用嘅個人防護器具嘅。譬如喺戶內維修的話咧，就嗰個員工咧應該係戴翻呢個防水嘅手套啦，呢個口罩啦，同埋呢個防水嘅膠圍裙或者工作服等等。如果係維修戶外嘅排污渠咧，除咗呢個口罩啊、手套之外咧，仲要着翻呢個連帽嘅防水嘅工作服添。喺疫症爆發期間，我哋會即時通報其他員工，我哋維修嘅大廈或者商場有冇懷疑或者證實感染疫症嘅個案發生。我哋仲會根據維修工程唔同嘅情況嚟選擇適當嘅個人保護裝備。至於做維修或者清潔空調系統嘅技工，喺開工嘅時候呢，除咗同維修排污系統嘅技工一樣，要為工序同埋施工嘅地方做預防疫症嘅風險評估之外呢，有幾個重點要注意噶。交接 ，OK， 好啦，頭，我幾部送嘢翻嚟啦。係啊，喂，你唔係啊嘛？手套又唔戴，口罩又唔戴，又周圍擦手，揚起晒啲塵。赤機啫嘛，使乜咁緊張喎？你套講法啦，有好多疫症嘅爆發就喺我哋唔為意嘅時候發生㗎。喺檢查、維修同清潔冷氣裝置嘅時候，我哋有套既定嘅守則，你唔記得咗啦？對唔住咯，你唔係對我唔住啊，係對你自己嘅健康同埋對喺呢度工作嘅人唔住啊！你知唔知做漏一個步驟就可能增加感染疫症嘅機會㗎？我下次唔會嘅。以後一定要依足程序嚟做啊！快啲洗手啊！收到。喺開工之前，首先諗定工作程序，攞定膠袋或者有蓋垃圾桶喺檢查維修嘅範圍，等維修同埋清洗期間嘅污穢物品可以即時棄置。通知施工地方嘅主管施工嘅範圍，等佢可以通知使用緊該地方嘅人士可以暫時離開。用即棄嘅物料鋪喺維修清潔嘅範圍，方便員工之後包起棄置。拆出嚟嘅隔塵網要用1:99稀釋漂白水清洗。喺過程之中，千祈唔好除低口罩，用手掂眼、口同鼻啊！至於工作完成之後，記住用稀釋漂白水浸洗工具同衣服，仲要徹底洗手。依足程序做嘢，大家就可以減低感染傳染病嘅機會啦。而喺疫症爆發期間呢，我哋會出通告通知所有冷氣維修員工喺佢哋嘅工作嘅地方有冇懷疑或者證實感染呢個疫症嘅個案。另外，中央冷氣清洗隔塵網由每月清洗一次改為每星期清洗一次。至於拆落嚟嘅隔塵網，我哋會用稀釋嘅漂白水嚟清洗嘅。至於冷氣機個去水管呢，我哋會加啲消毒藥餅落去嘅，愛嚟殺菌同埋消毒。仲有因應唔同嘅環境同埋情況，選擇適合個人嘅防護裝備。
作為維修管工或者分判商管工，係有責任儲備足夠嘅個人保護裝備俾員工替換嘅，同時要列明唔准員工之間交換或者共用個人保護裝備。最後記住，保存一份記錄咗所有維修技工曾經工作嘅地點同埋體溫嘅記錄表，確保一旦有任何疫症爆發呢，都可以第一時間通知有關嘅員工，留意自己有冇受到任何疫症感染。所謂知易行難，各行各業各崗位嘅員工，記住啊，為咗自己一家人同埋我哋社會健康着想，自律同埋落實咁樣執行各樣防疫嘅措施，千祈唔好知而不行啊！如果發現自己有發燒、咳嗽、嘔吐、肚瀉嘅症狀，要盡快睇醫生，同主動通知僱主申報病歷記錄。就算疫症一旦爆發啦，僱主都可以即時執行相應措施，同埋通知其他嘅員工啦。無論你係僱主定係僱員，記住要繼續保持警覺，貫徹良好嘅個人同埋工作衛生習慣，建立安全嘅文化，關己及人，咁樣疫症呢就會遠離我哋，遠離香港噶啦。